矯正近視嘅方法主要有3種，第一係戴眼鏡，第二係戴隱形眼鏡，第3種係近視矯正手術。戴眼鏡係最常見嘅矯視方法，可以重新將影像聚焦喺視網膜上面。如果眼鏡戴得舒服，冇咩問題，咁都係一個好嘅矯視方法。但係有啲近視病人因為覺得戴眼鏡唔方便，例如會妨礙工作及運動，又或者覺得戴眼鏡容易攰，所以會選擇唔戴。而隱形眼鏡都係一種矯視嘅方法。問題係戴隱形眼鏡一定要戴得好，如果戴得唔好，可能會導致角膜發炎、缺氧，甚至眼角膜感染阿米巴變形蟲，影響視力。如果你覺得眼鏡同埋隱形眼鏡都唔係最好嘅矯正近視方法，你可以選擇第3種激光近視矯正手術。呢個手術嘅原理係永久咁改變角膜弧度，將影像重新聚焦喺視網膜上面，從而可以睇得更加清楚。